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！今個禮拜日1月18日，沙田有11場賽事上演嘅。我揀咗個精選場係咪第4場嘅4班1400米？咁有兩隻馬上一次咧都係跑1200米係落咗地，但係今次真情同場角逐嘅。不如睇翻呢一場賽事嘅片段先啦。睇翻呢一場12月27日嘅4班1200米賽事，有好多馬今次上陣嘅，包括起步貼欄嗰隻驕陽紅心啦、淺藍衫，開面而家放咗出嚟咧，快樂神驅咧又跑1200嘅。咁另外一隻咧香港仔紅衫亦都喺今場嘅1400米賽事列陣。咁咧前面嘅快樂神驅好快已經 cut 咗埋欄放咗出嚟，跟住有富心星啦，香港仔暫時喺3貼第3位嘅，之後包裝戰在中檔第4貼欄驕陽紅心。咁而家差唔多轉彎嗰陣時咧，快樂神驅再領先半個馬位，富心星係第2嘅，但係香港仔而家3貼嗰個轉彎俾佢包裝戰進頂佢出去4貼啊，但係驕陽紅心咧後面咧又冇喺貼欄嗰度上，而家又開始移出去5貼嘅，反而留空咗條欄俾個星神千歲啊嗰啲上嘅。咁而大外檔咧仲有63嘅信義同埋格仔3嘅馬鳳凰。咁而家前邊咧放頭咧快樂神驅仲有少少優勢啊，反而香港仔咧俾個包裝戰進掟咗出去之後咧，嗰個走勢麻麻地，而驕陽紅心咧中檔咧攞位有少困難嘅，反而中檔串咗上嚟，因為勇闖高峰好犀利嘅中檔咧越追越近嘅，過終點嗰陣時咧勇闖高峰嘅中檔咧贏咗呢場賽事，馬鳳凰第2，快樂神驅第3，跟住呢個驕陽紅心咧同埋香港仔咧分別係跑第7同埋第9嘅。咁呢一場賽事咧，其中一隻落地嘅馬香港仔咧，其實一出即勝，嗰個質素應該唔係好差嘅。上一場咧一路都喺沿途外碟轉彎，仲俾嗰隻包裝戰將頂咗出去4碟啊，輸咗都係情有可原。今次嘅真情個檔位咧排翻好啲，早段咧應該都會主動而守好位嘅。入直路交翻去初出贏馬場嘅後勁咧，真情可以格殺之後贏翻一場。咁至於嗰隻驕陽紅心咧，初出亦都係上名嘅，嗰場跑1200米，沿途喺內檔慳位入直路追翻個第3，但係上一次再跑1200米咧，佢落腳咧又好似慢咗，入直路咧望空咗嗰個衝刺咧就唔夠其他馬，咁依馬咧應該都係跑啲中距離會比較合適啲。今次雖然係蔡明紹棄騎身份，但係換咗阿紀仁安咧，配搭上有所加強，都唔可以太過睇小佢嘅。至於第3選啦，要翻阿蔡明紹揀騎嗰隻12神將啦，咁呢隻馬其實都係3、4班升降機嘅，今季喺3班嗰度一直咧都係部署跑較短嘅路程減分，但係今次可以跑4班賽咧，之前即刻試咗課習，由頭放到尾翻嚟贏嘅，而且咧今次係跑翻去最首本贏過3 win 嘅1400米，咁當然咧亦都可以係突如其來咁樣贏馬，又反彈翻上3班嘅。咁最後一匹咧要揀翻一隻精選激流啊！咁呢隻馬雖然喺4班咧都係等機會贏馬，上一次贏完之後咧，今次都係排咗外檔起步，但係馬房今期賽事咧部署咗好多惡馬喺度啊，都可以兼顧埋佢。咁1月18日咧，我精選場係咪介紹第4場？順序係3號嘅香港仔、7號嘅驕陽紅心、2號嘅12神將同埋5號嘅精選激流。咁至於三寶場合咧，由於介紹第4場精選關係咧，介紹守口嘅頭關第3場係3班1000米全日唯一一場杯賽，揀2匹嘅，包括係初出嘅3號三甲之星同埋4號嘅俏眼光。咁嘅三甲之星咧，如果你計試習嘅備戰功夫咧，就唔夠今場另一匹初出馬嘅郭千金嘅。咁但係三甲之星咧，試2課都係直路集咧，其實佢走勢幾好嘅。早段快速之餘咧，翻嚟灌注力都幾強。其中一課咧就係輸俾之前咧今季初出就係贏3班1000直路賽嘅時時歡欣。咁所以呢隻馬咧初出咧都有權一出即勝嘅。至於4號呢隻俏眼光咧，上一場雖然只係贏4班賽，但係呢隻側身馬咧一路集中跑直路賽咧，跟順後都可以發揮一段強烈嘅衝刺。咁所以咧今次喺3班可能步速比較快啲咧，更加啱去衝嘅。升班咧都可以繼續重視。至於次關咧，第4場我先講過啊，咁啊揀3匹嘅，包括係2號嘅12神將啦、3號嘅香港仔同埋7號嘅驕陽紅心。至於尾關啊，就係呢個第5場嘅，又係4班賽事。呢一場1200米咧，我揀2匹嘅，包括就係呢個6號嘅喜慶寶
同埋7號嘅言之有理。咁嘅喜慶寶咧，今場有3隻初出馬其中一匹嚟嘅。但係佢嘅試閘備戰情趣咧，我就覺得佢比較正面啲，因為之前嗰3課咧係放翻嚟唔係太力弱嘅，灌注力都幾好。而最後一課刻意留後啊，雖然早段咧一度搶口，但係入到直路咧望空咗，交出幾強嘅衝刺。咁所以今次咧排14檔起步咧，估計佢咧應該都係採留後嘅跑法嘅。同場咧有啲快樂神驅啲快馬喺度咧，步速唔會慢。如果佢交翻咧試閘嗰課嘅後勁咧，有權係一出即勝嘅。咁至於嗰隻7號嘅言之有理咧，上一次潘頓騎排內檔起步嘅沿途啊意外多嘅，翻嚟咧要再試閘先可以再上陣。咁今次換咗奧爾文排翻去中外檔咧，順住走對啲側身馬咧可能會發揮更佳嘅。退熱之後咧，隨時可以本利歸還。咁今次我三寶提供係介紹首口，又係12注頭關第3場，係呢個3號嘅三甲之星同埋4號嘅俏眼光，次關第4場係呢個2號嘅12神將，3號嘅香港仔同埋7號嘅驕陽雄心，尾關係第5場6號嘅喜慶寶同埋7號嘅言之有理。咁下一次賽事咧會去到沙田嘅泥地夜賽，有9場賽事嘅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